台南偏鄉因為路下大客車無法度入去，當年公共運輸服務不足，所以交通局持續用小黃公車來彌補，並拓展新路線。在河的安定保安宮廟前廣場，這幾台車就分別代表局1、局5甲局7這3條路線。會中市長黃偉哲、交通局長王明德甲參與見證的民代貴賓共同留下通車的見證，嘛是服務首次開入去安定，將小黃公車範圍直接扭轉到32個行政區。小黃公車的特點就是公車的票價這個計程車的享受，尤其是這個65歲以上的人，幾乎都不用付錢，全額由政府來補貼。那這樣子的方式，對於偏遠地區，或是說有一些大型公車不易到達的地區，能夠提供給居民更好的服務。小黃公車對108年推行以來，全市已經開通25條路線，服務超過50萬人次。市府交通局持續優化路線的規劃，把讓小黃公車遷離更較多有需要的社區。局7是全新開闢的公車路線哦，那它主要是服務安定區，我們把安定區主要的幾個聚落聯繫起來，那也經過了很多的國中、國小，那重要的是我們把它往南延伸到安南區的安南醫院。那我想對於安定區的這個鄉親朋友就學就醫都會非常的方便。現在有需要民眾照前一天打電話，或者是佇大台南公車 App 預約小黃公車，得當到厝接送，用公車的票價有客停車的享受。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。